特首較早前喺施政報告裏邊正式宣布成立香港金融發展局，着力推廣香港嘅金融業嘅。今日好高興邀請到金發局主席查史美倫女士。查太，恭喜你成為咗金發局主席㗎。咁喺此時此刻成立金發局有咩好處呢？未來1、2年有咩優先項目你覺得需要處理嘅咧？大家都知道喺特首梁振英佢競選特首嗰陣時咧，金融發展局呢個咁嘅概念咧係當時形成嘅。咁我當時睇到我都覺得係我哋香港係有咁嘅空間。除咗當然貿易發展局之外咧，旅遊啦、物流啦、電影啦、藝術發展局啦、海口發展局啦，好多。但係金融業作為香港4大支柱產業，反而冇一個發展局。咁所以當梁振英喺佢嘅競選期間提出嚟呢，我雖然唔係佢嘅當時佢競選嘅一部分，但係我睇報紙度睇到，我覺得可以做，有空間。咁後尾佢又叫我做個前期工作，做籌備小組。咁我哋亦都深入研究，係覺得係有咁嘅需要。咁你話而家係咪一個好嘅時間呢？幾時都係一個好嘅時間，係咪？金發局嘅成員組成咧相當廣泛嘅，咁你認為同大陸嘅經濟融合係咪一個重要嘅工作項目之一咧？我哋咧就成立咗5個工作小組，第一個咧就係喺政策研究嗰方面，第二個就係內地嘅機遇，咁第三個咧就係新業務嘅擴展，即係除咗內地之外，仲有其他嘅新業務喺即係金融服務業裏邊係可以發展嘅。第四個咧就係市場嘅推廣，就好似貿易發展局做嘅一樣嘅事。第5樣咧就係人力資源，咁有少少話即係教育嘅成分。咁唔係話我哋會提供培訓或者係做教育，而係我哋係會喺研究政策點樣發展香港嘅同時，亦都睇下我哋有冇足夠嘅人才去做呢啲發展嘅工作。譬如果我哋諗到應該係發展一個新嘅業務，咁我哋有冇啲咁嘅專業人才呢？如果冇，我哋係點樣去培訓？點樣係令現有嘅即係金融業嘅從業人係可以提升自己啦？咁頭先提到唔同嘅界別㗎，咁其實金融業有涵蓋咗銀行啊、基金啊、保險等等，邊一啲環節你認為仲有拓展嘅機會呢？債券市場啦，大家都覺得係有發展嘅空間啦，當然唔係咁容易啦。咁另外咧就係喺私人銀行服務嗰度啦，財富管理啦，同埋即係基金管理，同埋啲另類嘅投資，譬如我哋講嘅係即係 private equity 啊嗰啲咁都有。而家唔係話冇，但係係咪有更大嘅空間呢？係我哋可以值得我哋去探索嘅。過去幾年一直提到區域嘅債券市場，你認為呢個係咪重點嘅工作項目之一？即係呢個係我哋其中嘅一個項目，但係話係咪好重點咧？我哋有好幾個重點，同埋我哋啱啱都係成立咗個零月啫，都要俾我哋一個時間，同埋我仲會同啲成員裏邊咧，就係聽大家嘅意見。咁希望唔使太耐嘅時間，我哋會有一個即係工作嘅大綱。咁但係喺建立個工作大綱之前咧，我哋一定要聽足夠嘅市場嘅即係我哋業界嘅聲音。業界嘅意見。較早前喺金發局嘅組成咧，喺社會上有唔同嘅聲音，認為點樣嘅實際運作形式先係最理想嘅咧？我哋而家係一個諮詢架構、諮詢嘅組織，同香港政府其他諮詢組織咧係冇乜唔同嘅。我哋係冇政策釐定權力，亦都唔係法定機構。我哋只係將業界嘅聲音、業界嘅意見收集起嚟，然後自己咧亦都做啲研究。如果覺得係對香港市場有利嘅，我哋會向政府提出建議。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，係冇同其他諮詢機構係唔係大分別，唔係好大。面對區內唔同城市嘅競爭，你認為香港點樣定位先可確保佢嘅金融中心地位呢？呢一樣係我哋金融發展局即係要成立，要去思考嘅問題。就係香港過去做得非常好喺金融業，我哋亦都係國際金融中心。但係喺而家向前看，我哋個地位係乜嘢呢？我哋將來嘅定位係乜嘢呢？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再擴展嘅呢？呢個就係需要我哋搜集各方面嘅意見，大家作啲深入嘅研究。咁唔係話草草咁將一個建議就交俾政府。咁亦都係為咗香港嘅前途係作啲即係思考，同埋希望係作到啲貢獻。展望未來5至10年啦，你點樣衡量金發局嘅成就呢？我諗成功與否咧，就要由市場嚟評論啦、評價啦。如果我哋可以係將排除一啲現有嘅阻礙，即係市場上覺得現就可能有啲係阻礙嘅。
如果我哋可以解除，如果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嘅市場更加發展得更大、更廣、更深，呢個就係會係我希望係我哋有少少嘅貢獻。